因看到我咧讲台语，因感觉真趣味。因看到因家己台湾人的朋友咧讲台语，因就感觉哦，这真路。有一摆甲迄个米芳华阿华山，阮去食饭，伊用台语点菜，服务员讲有需要这么 low 吗？有当时啊，感觉台湾人对家己了解见少，有即个想法讲哦，讲台语的人足 low。你若看迄什么声调啊，伊个关关价价安尼，嘛足水啊，足哈。迄个唱歌啊，是念诗安那，迄足好听。我有定定安尼讲，就是想要鼓励台湾人较活台语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无来带台湾一冬安尼。头一冬就感觉台湾的生活嘛真好啊，无来第二冬，安尼就一冬，到差不多第5冬才发现讲，敢若免想啊，就是咧要老咧啊。